你冇同我講啊！呢度唔係街市，再嚟我夾死你！你貪生怕死，你害死我阿爸，你冇資格做消防員，更冇資格做法官。你講咩啊？喺10年前嘅平安夜，你遭邀職守，你害死阿爸，呢個事情你承唔承認？係咪？你仲記得當時我阿爸就用呢架車載住去出殯？我知你心有愧，你以為你自己都唔承認啊嘛？係咪？我應唔應該做教官唔關你事，自己事自己承認，因為你真係實在太懶惰。如果係咁嘅話，唔關 level 事。而呢個宗教係用返我呢種傳統嘅教法，你真係實在太懶惰、太自私啦。呢個方法係我自己教嘅，如果唔滿意，你自己自動退學。哼！